兄弟姊妹，今日我諗住分享耶穌上天堂大師聖達間下隻禮拜我之前做咯耶穌上天堂，下隻禮拜Pentecost咯，先前落嚟咯因為咁樣，今日讀經嗱我哋講乜嘢？嗱我哋講耶穌上天堂，唔係留低我哋跳咗來，耶穌上天堂變我哋嘅先善我哋嘅可以做耶穌做乜嘢咯？傳福音，報告好消息，變人家悔改天主赦罪天主赦罪到世界末日，耶穌來天拜。我哋嘅老耶穌一切上天堂今日咯，讀經我哋講下咯。福音今日我哋福音今日我今日講耶穌上天堂，很重要。福音我哋講耶穌變先善我哋可以做耶穌做乜嘢？可以做咯，傳福音，變人家悔改，變天主赦罪我哋做耶穌嘅證人，在耶路撒冷開笑，做埋耶路撒冷，因為在耶路撒冷，耶穌是復活變先善。第一集讀經福音講，第一集讀經要係路加寫到嘅，因為咁樣，第一集福音要讓我哋講耶穌上天堂變先善。佢門徒做佢證人，開笑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去猶太係猶太人，去撒瑪利亞人係一班猶太人，猶太人撈黑人結婚，去全世界，去唔係猶太人，後將台灣人。二老嗌唔係猶太人，去全世界。第一集讀經要讓我哋講，耶穌門徒行看見耶穌上天堂看見喺天，要200年拍散去見後圈嘅人，讓我哋講，做埋你看見喺天。耶穌上天堂，佢進來後衝佢上天堂。意思係乜嘢？佢後進來第一拜，世界末日佢進來第一拜真是啲年老耶穌一切上天堂先用經第一集讀經，先用呢係讓我哋講耶穌上天堂。因為咁樣我哋答應參拜 God goes out with shouts of joy 天主上天堂，好多人大聲喊，好歡喜。The Lord goes out with trumpet blast 天主上天堂，好多人吹喇叭。先用3堂，第一堂讚美天主。第2、第3堂，讓我哋講耶穌上天堂，做皇帝，在皇帝係頂坐見做皇帝，做全世界皇帝，做冚唪唥國家嘅皇帝因為咁樣，條線我哋突然參拜咯。God goes up with shout of joy 天主上天堂，好多人好歡喜，大聲喊。The Lord ascends with trumpet blast 天主在天堂，好多人吹喇叭。第2集福音要好重要，第1集福音要係讓我哋講天主上天，耶穌上天堂，很重要。日我哋人自家都效忠耶穌。一切上天堂世界末日，耶穌落來第一拜，我哋人有
撈耶穌一切上天堂光榮我講對拜點我啲人做耶穌所要上天堂，下集禮拜我啲人做Pentecost 先至落來先未近用，今日篤見啦我哋講耶穌上天堂唔係留低我哋啲人跳上嚟變我啲人先善，我啲人可以幫耶穌做麥解其做咯，傳福音變人家悔改，變天主赦己罪赦己罪到世界萬億耶穌來天拜，叫我哋人撈佢一切上天堂光榮講對拜今日我哋人做耶穌上天堂，下集禮拜我哋做Pentecost先至落來下集禮拜我哋念經咯，喊天主變我哋先善，喊天主變我哋人先善，喊天主變我哋先善咁樣我哋人可以幫耶穌做麥解其做咯，傳福音報告好消息，變人家悔改，變天主赦己罪到世界萬億耶穌來天拜叫我啲人撈佢一切上天堂光榮光榮今日恭喜你耶穌復活，耶穌上天堂，阿們，天主保佑。